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好，今仔日咱虽然是风台天，甲咱讲今仔日台北市停班停课，但是咱感谢主，互咱有一段时间会当真安稳，会当来到教会做礼拜。所以咱现场有几位兄弟姊妹，咱嘛真欢喜，兄弟姊妹会当透过现代科技网络做伙来做礼拜。所以希望咱会当做伙同心合意，伫主的面前。来吟诗学老，来听伊的话。所以这是咱来锻炼今仔日咱的2首的圣诗。第一首是圣诗45首，学老大笔的护卫。而且讲是修欢，修欢得着头棒，修欢得着头棒。好，咱来先来练第一节的即个歌词，来，因这首诗歌咱可能较无熟，咱来练第一段的歌词。来，学老大笔的护卫，受抹油主基督，照爸所定来降世，掌管天的万国。伊来要解除恶疾，修还得着头棒，甲人下做归天父，公平治理万邦。第2节，主来互人有安慰，救人脱离悲伤，送乡欠缺受恩惠，软弱变做坚强。讨开的人通吟诗，黑暗变做光明。灵魂艰苦搁睿智，主要互因安宁。第3段，伊要降临那雨水，施落恩惠赐福，仁爱望那花蕊，互人前途快乐，和平使者行做前。叫世人着三听，救主公义大显明，荣光归伊性命。基督是得胜人君，永远坐伊座位，威严显赫着敬尊，全人类着拜跪。这世间常常变迁，救主永远无变。基督性命大显现，永远互人欣赏。互咱来试看卖，来唱第一节。第一节过来一届，来。
咱无要紧，咱等下豆豆来吟。第二首咱来吟圣诗385首，圣诗385首，人生风波搅动无停。这首诗歌咱较熟，咱做来吟。人生风波搅动无停，耶稣着咱着真情，你力发出仁爱呼声，心都在我免惊吓。哦，这首诗歌哇。这是缀我吼，毋是随我哦，吼是缀我免惊吓。后来第二节，高你爱主发出声，叫喊伫你第一行，家庭亲切已经讲着，拢放手为主拼命，为主拼命吼，为主拼命。好，来第三节。耶稣叫咱放下世间，因我富贵是空空，夺去一切我向浮华，真心代表那条路。夺去一切我向浮华，好浮华。好来第四节，无论有无那是欢喜，有无是因的心，经有好歹主要叫讲，着听我也会隆重。第五节，耶稣叫咱着来听，伫你面底行，因咱信心顺坦心志，好使听伊到一时。好，咱吟诗的时候，有可能有几个字，吼，咱若较正确知影伊的读音、伊的唱音，吼，咱就会当较理解即首诗歌。所以咱即时咱顾1分钟的时间，吼，请咱将咱的手机啊关掉，也是咱咧处理的，吼，咱会当就准备心，吼，咱毋通行来行去，吼，咱准备心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什么人敬畏上主？上主要指示伊所着行的路，伊的心神要得到安息，伊的后裔要承接土地。三甲来金诗学老上帝，圣诗45首，45首，请起立。这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录音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34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第34篇，要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毋通我靠君王。因一个断气就归途。
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上主讨棒受管教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会永远作王。就称赞上主。同心来祈祷。至圣至尊至大的阿爸的上帝，愿仰望你。虽望今仔日做风台。外口有风有雨，但是阮知出日落雨拢是你所定。求你保守全台湾各所在，所有的人出入拢平安。即时，无论阮是来到你的圣殿，还是你的厝里的电脑、电视、手机仔前，阮拢同心来到你的面前，做伙用诚实甲心灵来敬拜你。用感谢入你的门，用阿乐入你的院。愿要阿乐你的名，因为你是好。你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阮也是你所造。你看阮做宝贝，牵阮的手，互阮伫行前，亲像老母用不变的疼对待阮，阁亲像老爸教示阮行正直的道路。互阮的一生拢伫你的引带内面得到保守。虽望阮拄着试炼，阮也无惊吓，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阮的石盘，阮的力量。你的慈爱永远无煞，你的信实到万世代。纵使阮有罪，日日得罪你，你甲是阮上重要的代志。是疼，你爱阮真心、真性、真意、真力疼你、疼人，但是阮无，阮敢若疼的只有家己。阮的心中所想、目睭所看的，拢是家己。你爱阮宽容慈悲，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受气，无记得人的歹。无欢喜不义，甲真理三甲欢喜。阮的头脑知影爱安尼做，但是阮行出来却毋是安尼，因为阮对舞台就有罪。求你怜悯阮，不过是土粉所做的人，赦免阮的罪过。阮知，阮无法度靠家己的努力来拯救家己，只有靠耶稣的保护，才会当洗清阮的罪。所以，阮来到你的面前，承认阮拢总的罪，愿你的保护也看阮一切的罪过，除去一切的不义，伫个基督的内面，互阮成做新创造的人。也求圣神引带阮，日日行伫你所爱阮行的路，来荣耀你的圣名。阮也要为着还未认捌你的人来祈祷，主啊！你爱所有的人成做你的囝儿，但是撒旦你的做工，你到这个世间，侪人拜偶像，毋知影你才是唯一的真神。求你催逼阮基督徒的脚步，阮爱做的工真多，总是工人少。求你赐阮信心甲智慧，甲你同工，将你的好消息传到逐角落。福音的种子遍满全世界。阮恭敬来到你的面前祈求，将一切交托予你。即时，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直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
阮的日式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互阮入入去，又叫阮脱离迄个歹人。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第40章34节到38节。旧约出埃及记第40章34节到38节。彼时，云也含会幕，耶和华的阳光充满会幕。摩西袂话入会幕，因为云停伫迄顶面。搁耶和华的阳光充满伫会幕。云对会幕守上去的时，以色列人就起身行因的路站。云若无守上去，因就无起身行，直直到云守上去。日时，耶和华的云伫会幕顶；暝时，迄中间有火，伫以色列全家的目睭前。伫因所行的路站拢是安尼。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满有上帝的阳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昨暗，阮伫群组内面伫遐小会伫遐讨论，到底今仔日是要做礼拜也无？嘿，但是咱感谢上帝，即个原本看起来敢若真严重的风台，可能到即时还袂到。但是咱感谢上帝，互咱有一段时间会当安静来前往教会，然后安静会当坐伫遮做礼拜。所以，望讲咱会当珍惜每一个会当做礼拜的时间，互咱的敬拜，互咱对上帝的尊重，透过礼拜方式来归荣光互上帝。嘛，望讲咱会当来保守家己的安全，互咱会当伫下半晡的安尼时间内面，咱紧紧转去家己的厝里。互咱会当真安全。咱今仔日要来看的是出埃及第40章。咱经过14个月的时间，总算咱要行出埃及啊。其实伫出埃及记的前半段，咱自细汉伫主日学也是看电影拢真熟。亲像埃及王子摩西、十灾、过红海，也是上帝颁布10条诫，这充满故事性的记载。但是对出埃及的后半段开始，可能真侪人就永远无法度行出埃及，因为后半段拢是一寡条例规定，也是上帝吩咐因爱安怎制作会幕的这规定。但是当我伫准备这条例，看上帝吩咐的讲道的时，我真实感受到这话，毋是无意义的重复。咱看这记载。咱想讲，这可能是一段真长时间发生的代志，但是实际上，对因离开埃及到会幕的建立，不过是1年。伫这1年的内面，面对已经伫埃及做奴才400年的一群百姓，上帝要重新来调整因对过去受压制伫法老的迄种奴才心态，到顺服上帝带领。上帝是非常非常的费工的，可能你会想，这对以色列人来讲，哪有啥物困难？因不过是对一个歹的主人换到一个好的主人，反正拢是互人管啊。但是，互上帝做主人，甲法老做主人是无共款的。伫法老的控制下面，虽然因有食、有穿、有用。但是埃及人看因是工具，是财产，爱因伫遐拼命伫遐做工。但是若有上帝做因的主，上帝互因列祖的应允，不但会延续到因的身上，规个过程上帝嘛要引带，并且上帝嘛要恢复因的尊严，互因无阁是奴才，反倒是囝儿的身份。所以对伫以色列人来讲，出埃及记毋那是一个历史，伊嘛是以色列人的救恩的历史，嘛是因宣布律法的中心。但是这本距离咱差不多3000年的出埃及记，甲咱基督徒有啥物关系呢？
我相信伊会放伫规本圣经66本册的内面，就会有伊的必要性。所以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建立咱甲出埃及记的结连。40章一开始是上帝对摩西的讲话，上帝吩咐摩西，你爱伫过年的正月初一，将会幕建立起来。过年的正月初一，这互咱一个时间点，就是讲因离开埃及已经1年啊。以色列人的历法甲咱是无共款的，因的正月毋是咱的新春，咱的正月是新春，是过年。但是因的正月是因离开埃及的日子，是因新生命的开始。因的正月差不多是咱现在的3月到4月的中间。所以摩西听上帝话，伫过年的正月初一，将以色列人所做的会幕，也是会幕内面，咱前几章所看见会幕内面这器具，拢按照上帝吩咐，一项一项安置好势。所以今仔日的经文33节，甲咱讲，安尼摩西就完工。短短一句话，但是互咱看见摩西的忠心。伊的忠心就是伊对起头到结尾，伊拢负责到底，并且摩西嘛完成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就是伊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西奈山领受上帝10条诫，并且嘛将会幕来安置好势。拢安置好势了后，因嘛向上帝献祭，将会幕奉献予上帝。就伫即时，咱看见圣经安怎描写。伫因奉献即个会幕了后，云也看会幕，上帝阳光充满会幕。这云毋是乌阴天的云，毋是亲像咱今仔日乌阴天，咱看起来即个乌乌暗暗的云。即个云是光的，这表示上帝临在。亲像伫出埃及的24章第15到16节嘛有讲，当摩西上西奈山去领受上帝命令的时，有云将山压看，然后上帝降临，摩西就爬去伫山顶领受上帝的诫命。所以，这个会幕有云压看，表示上帝临在伫因所起造的会幕，上帝接纳因的奉献。所以，这个会幕的敬拜，成做以色列人敬拜的开始。对这到了后几啊代的圣殿。以色列人因的生活拢是用圣殿来做中心，到伫新约的时嘛是安尼，伫圣殿服侍祭司也是每一天献祭，然后以色列的查甫人也是一年有3个节期，一定爱去耶路撒冷来过这个节期。但是你讲这个圣殿甲我有啥物关系呢？圣殿对于咱基督徒来讲，敢若无遐尔的重要。特别咱伫即个疫情的时代，真侪人已经无来到教会来做礼拜啊。安尼圣殿对伫咱有甚物款的重要性吗？咱会有安尼看法，咱是接受保罗的教导。保罗伫《使徒行传》17章24到25节，伫遐有讲到，当保罗去到雅典即个外邦人的所在，伊去遐传福音的时，伊安怎甲遮个雅典人讲？伊讲，迄个创造世间甲其中万物的上帝，既然是天地主，无徛去手造的殿，无互人的手服侍，那亲像伊有欠缺。而且保罗甲咱讲，上帝无带伫人的手所起的建筑物，所以咱受保罗的影响真深。咱知影，上帝无带伫一个建筑物的内面。然后保罗对迄群雅典人带出耶稣基督，甲因讲，因为有定着一日，要用伊所设立的人，照公义审判天下，是对世人中，互伊搁活，互正人有凭据通信。而且保罗对这外邦人讲，上帝无带伫圣殿内面，因为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将救恩带互天下所有的人。但是，咱无想讲保罗是反对伫圣殿的敬拜。咱看见伫经文内面，保罗因每一去到一个所在，
伊拢会去到圣殿伫遐来守节。但是伊对外邦人，遮无圣殿概念的人，保罗讲，上帝是天地的主，伊无带伫人的手所起的圣殿。保罗的讲法毋是互相冲突，伊是将会幕的安尼观念扩大，互会幕是超越民族、超越时间甲空间的限制。所以咱先来理解会幕这个字，咱先来跳脱旧约的讲法，咱先来到新约。咱敢会记得，伫约翰福音一开始，约翰是安怎介绍耶稣出场的？约翰讲，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这个徛起，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会幕。所以伫遮甲咱讲，互咱看见。咱伫旧约制作会幕遮物件的过程，毋是无意义的，毋是遮以色列人需要知影的那尔。伫制作会幕的过程，已经互咱看见上帝要伫耶稣基督的身上，要实现的迄个拯救的计划。咱来想，今仔日经文，咱若转去豆豆读，第40章的内面。上帝吩咐摩西将会幕搭起来，然后将约柜放入去，然后用布帘来隔开。这甲咱讲啥？这毋是敢若讲一个因安怎放这个约柜的记载，这是甲咱讲，咱爱透过耶稣基督的中保，伊死的代价，咱才会当进入上帝施恩宝座的头前。然后透过这个圣殿剖面图，咱看见。伫即个布帘外面呢是香坛、炕饼的桌、灯台，这表示啥？咱基督徒爱有基督的生活，然后咱爱互属灵的美娘来补足，来互咱把足，互咱的性命会当把足，并且咱爱做世界的光。会幕的外面是祭坛，这甲咱讲，咱爱透过耶稣基督来洗除咱所有的罪。因耶稣将伊家己亲像一只羊献伫即个祭坛顶面。另外，伫会幕的外面，咱看见某一个洗动的盆、洗濯盆，这是甲咱讲，咱的罪已经互耶稣来洗清去。佮转来即个祭司所穿的圣服，顶礼拜咱有用一段时间讲即个祭司所穿的服装，因穿的即个衫是。因穿即个衫，就是因入去会幕内面来替以色列人来代求、来献祭。但是即时咱毋免穿任何特别的衫，咱即时因为耶稣即个祭司的即份已经交代互咱，所以咱会当替人来祈祷，咱会当将人带到上帝面前。所以会幕对伫咱来讲，已经毋是一个。亲像以色列人因所看一个有形的建筑，会幕伫耶稣的身上完全实现。亲像希伯来书第9章11节有讲，打基督已经到，最将来才会好事的祭司头，经过较大、较焦装的会幕，毋是人的手所起造，就是无属伫即个世间的。但是上帝虽然无带伫即个有形的圣殿。这嘛毋是讲，咱来到上帝面前就会当随便，亲像真侪人伫参加网络礼拜时会真无专心共款。虽然圣殿无过是一个建筑物，但是保罗嘛有提醒咱，也是恁毋知恁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吗？当咱接受耶稣的救赎，当咱有圣神伫咱中间帮助咱。上帝就伫咱每一个人的内面，所以咱袂当黑白来，嘛袂当伫礼拜日装作圣徒，但是拜一到拜六咱是恶霸，想要用安尼来欺骗上帝，安尼是行袂通的。兄弟姊妹，上帝无带伫旷野的会幕，上帝无带伫以色列人的圣殿，上帝嘛无带伫咱现在礼拜堂，上帝是降临伫咱的中间。这嘛是一种安慰，一种快乐的源头。
伫启示录21章3节到4节有讲，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要甲因三角徛起，因要做伊的百姓。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来做因的上帝，搁要甲因的目睭切去拢总的目屎，无要搁有死实，也无要搁有哀伤、嚎叫、痛痛，前的代志已经过去。上帝会幕就是耶稣，耶稣伫地面的工作，互所有的人体会到上帝的同在，甲上帝的安慰。并且耶稣嘛要洗除所有的污秽，伊的光嘛要照伫每一个角落，照伫每一个人的性命。搁来，才有一个互人真感觉真奇怪的代志，就是伫35节有讲，摩西未入会幕，因为魂停伫迄顶面，搁上做阳光充满伫会幕。伫即节我有去看解说，我看到有2种的解说。第一种的讲法是讲，因为上帝降临太过阳光，光影影，所以摩西无法度入去。另外一种解说是讲，因为摩西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任务，所以伫会幕完成了后，甲上帝沟通的安尼的任务就交互其他的祭司。但是我较认同是第一种的讲法，因为伫起造会幕进前，上帝有甲摩西讲：我要伫遐甲你聚会，搁要对西阮设顶，就是对法规顶2个基路宾的中间，甲你讲我所要吩咐你传互以色列人一切事。所以伫遐，上帝早就甲摩西讲，摩西是会当来到西阮宝座前，上帝伫遐要甲伊讲话。另外，伫民数记嘛有共一段记载，甲咱今仔日共一段经文的记载，内面嘛无写着讲摩西无法度进入会幕，甚至咱了后伫利未记嘛看到讲摩西甲阿伦对会幕内面来出来，所以这甲咱讲，毋是摩西的任务已经完成啊，是因为这个圣殿太过阳光，所以光甲摩西无法度入去。但是伫遮，互咱看见一项真特别的代志，就是上帝互摩西有一个真特别的身份，因为上帝有讲，什么人才会当做祭司咧？只有阿伦的后裔、阿伦的囝、阿伦的孙，这人才会当做祭司。虽然摩西是阿伦的小弟，但是摩西毋是阿伦的囝，照道理是袂当进入至圣所。但是咱看到上帝互摩西一个真特别的身份，因为摩西的忠心，所以上帝互伊的是超越人的血统，互伊是先知，互伊是祭司的身份。甚至咱看见摩西是超越大祭司哦，大祭司是一年才会当入去至圣所一摆，去遐甲上帝代求，恳求上帝赦免。但是上帝甲摩西讲，我若要甲你讲话时，我要传达命令予以色列人的时，你就会当随时入来至圣所来甲我来见面。我兄弟姊妹会当随时甲上帝讲话呢？这是以色列人因无法度想象的，因为因拢爱透过祭司的献祭，然后透过大祭司一年一届入去迄个至圣所的祈祷，因家己无法度祈祷上帝。无法度亲近上帝，但是就伫耶稣伫基督定十字架迄天，揭开至圣所的布帘，规个拆离。至圣所无过是大祭司的权力，咱所有接受耶稣的人，拢会当直接来到上帝面前祈祷，将你想要爱的来讲互伊听。所以虽然咱毋是以色列人，咱毋是阿伦的后裔，咱也毋是摩西，但是因为耶稣的拯救，所以上帝互咱的也是迄种超越血统的限制，互咱甲摩西共款，会当随时来到上帝面前，透过祈祷，透过读圣经，
互咱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嘛互上帝知影咱的心思意念。但是对伫一寡人来讲，要接受耶稣的救赎非常的困难。特别咱知影，就是犹太人，也是遮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遮个信徒，因为伫因根深蒂固的观念内面，耶稣是先知，是导师，无毋对。但是耶稣哪有可能是救主咧？但是最近我看见一个美国基督教电视节目的安尼主讲人，伊是80岁的报道家席德罗斯伊的见证，就会当看见耶稣的溃烂。席德罗斯伊是一个犹太人，伊出世伫一个真正统的犹太人的家庭，所以自细汉伊就按照律法，甲伊的爸母去到犹太人的会堂。但是信仰对伊来讲，敢若是一种责任，伊根本无清楚伊到底是咧信啥。伊嘛毋茫讲有一日会当真紧来脱离即个家族的宗教。大汉了后，伊伫学业的事业拢非常有成就，甚至是一间世界上大的证券公司伫遐上班。但是伊的内心嘛是无满足。有真好的事业、真好的家庭，啥物拢免烦恼，但是伊无法度满足。伊仰望伊会当伫短时间内面赚着真侪的钱。有一天，伊就接触一个叫做新世纪灵修的课程。这个课程宣传的，就是讲，你会当透过修炼，会当得到一般人无法度知影的知识。所以，这个席德罗斯伊就想讲，哇，我若会当得到一般人无法度知影的遮个消息，我就会当赚搁较侪钱。所以，伊离开伊原本的公司，辞职无爱做，并且为着要专心，而且透过这个修炼，伊离开伊的家庭，放下伊的某囝，伊去修炼这个课程。这个课程讲，参加的人，你要进入一种催眠的状态。被动的状态，然后你要邀请一个你幻想中间的朋友进入你的脑海，这个朋友就会甲你讲其他的人唔知影的代志。所以这个席德罗斯就照安尼做，竟然伊得到安尼快乐。伊开始知影真侪别人唔知影的代志，伊感觉伊的内在哪来哪强大，但是嘛对迄时开始。每天的暗时，伊无法度控制家己，伊的灵魂就离开伊的身躯，敢若死去一般。伊无法度困，伊非常惊吓，感觉伊的灵魂出窍。伊开始体会到讲，伫伊内面的迄个根本毋是朋友。伊感觉非常的痛苦，甚至想要死。伊就提出勇气，甲伊的爸母讲伊发生的代志。因为伊的爸母是犹太教，所以带伊去见一个犹太人的律比，但是这个律比无法度，就将伊转去精神科的医生遐，但是医生嘛无法度，嘛毋知要安怎帮助伊，甚至是用迄个电疗，看会当互伊好势起来无，但是拢无法度。就伫这时，有人甲伊建议讲：你若无爱去找迄个耶稣咧。耶稣有官兵会当赶鬼呢，但是这对伫犹太人相信耶稣背叛伊规个民族，背叛规个家庭，所以伊拒绝。但是伊嘛哪来哪绝望，因为伊的生活就是一直活伫即个黑暗、互魔鬼控制的生活内面。直到有一天，伫伊内面的鬼搁要控制伊的时，伊痛苦到无法度困，伊伫遐求死。伊想起伊的朋友所讲的耶稣，伊就话讲耶稣救我，然后伊就困去。过顿工，伫伊醒起来迄粒，伊感受到伊体内迄个魔鬼完全消失，取代是平安。后来，伊接受耶稣。当然，伫信耶稣了后，一开始，伊的家庭拢无法度接受伊成做一个基督徒，
但是伊用伊的生活甲伊的性命做见证，伊修补伊甲伊的太太甲囡仔的关系，伊嘛真好款待孝顺伊的爸母。做了，伊的妈妈、伊的爸爸，拢总对犹太教来改信耶稣基督。这个西德罗斯，伊最后是降服伫耶稣的面前。伊讲：上帝作为真正是奇妙，伊恢复我的性命，恢复我的家庭，阁互我全家全家族拢归往弥赛亚。我一切拢因为耶稣来拢总有啊！我是一个充满感恩的犹太人。咱看见耶稣的气力超越一切。因为耶稣就是上帝来到这个世间，所以耶稣无所袂话，并且伊嘛应允，只要咱愿意相信，咱愿意接受，咱嘛会当得到这款得胜的气力。最后的事实，出埃及记第40章是结束伫一个同在的应允，而且甲咱讲，魂对会幕守起你的时。以色列人就起身行因的路站，魂若无守起哩，因就无起身行，直直到魂守起。日时，上帝魂伫会幕顶，暝时，迄中间有火，伫以色列人全家的目睭前，伫因所行的路站，拢是安尼。上帝爱因起行的时，就有魂对会幕升起哩。但是上帝若无爱因行的时，即个魂犹原伫即个会幕的顶面，因就继续来责赢。咱中间可能有几个人去过以色列，也是去过中东迄种旷野的所在。咱就知影伫旷野内面天气的变化，日时是非常的烧热。特别我去查资料，伊讲即马即种极端的气候。旷野日时的温度有时会降到50度，50度非常非常的热。但是伫暗时是非常非常的冷。所以咱想象即群人，即群以色列人，因伫旷野要安尼牵线，实在是非常困难，因为因一天内面就要面对2种的极端气候。但是上帝陪伴因，行伫即种真困难的时刻。上帝陪伴，毋若是安慰因尔，上帝是上实际的帮助，就是伫日时用魂夜看保护因，互因袂着山，袂互太阳伤着，并且魂嘛伫头前引带因方向。到暗时，旷野变到非常寒冷的时，因嘛无法度找着遐尼济茶会当烧做，互因来取暖。但是上帝安怎？伫魂的内面放火，互因保持温暖。出埃及记将上帝无论伫日时也是暝时引带的魂放伫即个规本册的路尾，就是要成做利未记甲民数记的伏笔，互咱看见伫以色列人因的头前，伫因所行的路站。上帝时刻伫引带因、保护因，这嘛是互咱每一个基督徒的应允。只要咱邀请上帝甲咱同在，无论伫甚物款的境况，甚至是伫咱上危急的时刻，上帝嘛要引带咱，帮助咱行过这的灾难。所以今仔日咱已经将规本的出埃及记来读完。我毋知影咱有甚物款的收获，也是改变以前咱对出埃及感觉讲真无聊的安尼一个想法。其实圣经每一本册拢有伊的意义，甚至伫即种民数记、利未记的内面，因为所有的圣经遮的册拢得清楚甲咱指示，上帝早就备办救恩。并且，即个重大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咱若无读圣经，就根本无法度有肯定的把握。但是，咱若有读圣经，咱就知影上帝伊的计划，上帝伊的恩典是超越咱的想象，
甚至比咱家己所想的搁较好。所以，毋茫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会当因为上帝来得到丰富，并且咱的教会嘛，因为每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来成做咱即个社区的光，咱即个世界的光，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阮行过出埃及记全部一切。主啊，感谢你透过遮的律法、遮的制作会幕的经文，教阮讲话。主，遮经文毋是无意义的，因为阮相信所有的经文拢指引耶稣基督的救赎。主啊，恳求你帮助，互阮意爱查考你的话，互阮透过你的话，知影你对阮的恩典，也知影你对阮每一个人的一生拢有你极好、极水的计划。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三甲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385首，385首，请起立。请坐。奉献，今仔日是月献，请中正长老、高贤长老来负责奉献。请起立。
请坐。消息报告：第4点，宣教组定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宣教组网络分享祈祷会，会中要邀请宣教师夫妇分享，请宣教组的同工甲关心宣教的兄弟来参加。第5点，今仔日暗时7点半要召开建堂宾果会议，请同工参加。牧区的消息：双年团契定9月15拜3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会中邀请陈美玲牧师来分享，请客友参加，有午餐。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级来订正。周间聚会甲下周圣工的侍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今仔日有一位新来的朋友李应轩，好，咱请伊徛起来，咱拍手欢迎伊。伊是贵港带来的朋友。好，来，咱会后会当有甲伊有一寡人物。好，咱即是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好，咱为着世界甲台湾来祈祷，好，特别咱为着咱即届的风台。好，咱看见伊伫菲律宾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好，咱恳求主的怜悯。咱嘛为着伫世界宣教遮宣教师来祈祷，特别遮个真危险的所在，阿富汗、缅甸的遮宣教师，恳求主保守因的安全，甲带领因所做的工。那么为着教会建堂宾果，为着带因的兄弟准先兄来祈祷。好，咱嘛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好，第一位就是应轩，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新的朋友，吼，伊的身躯有一点仔的欠安，咱嘛恳求主医治。啊，为着美莲姐，吼，美莲姐伫几礼拜进前的骹，吼，有迄个脚踝有做一个手术，吼，伊即时嘛需要真多的照顾，咱恳求主来帮助伊。嘛为着秋玉姐、钟贵兄、庆和兄、秀恩姐、铁雄兄、张老师、米霞姐、米兰姐、明珠姐、盛渊兄、邓妈妈、龚琪姐、陈其雄长老、阿淑姐、伊丽。素梅姐、方梅姐、志金姐、谢丁兄、明理姐、富美姐、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佑庄兄、李娟老师、嘉豪姐来祈祷，互咱开喙为着遮个事，互为着遮个集体来祈祷。感谢你因做大了，做好阮伫人毕业前，恳求主你来保守大了阮的兄弟姊妹，做特别阮要为着阮的姊妹，都恳求你保守，互因身躯欠安。总是互因有上帝你的看顾，总要为着今仔日带到中间新的朋友应选来祈祷，恳求你帮助伊，互伊会当邀请你进伊的内心，做恳求你来成做伊的帮助，做也要为着阮兄弟姊妹，会有出你的祈祷，恳求你帮助阮，为着伫世界宣教的遮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因的安全，特别为着阿富汗、缅甸的遮个宣教师，恳求你带领因，为着教会建堂宾果也恳求你保守带领。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成做一体，互阮互相为着彼此的需要来代祷。主，恳求你帮助，互阮虽然伫即个真绝望的时代，阮头前看起来敢若无光明、无路通行，但是互阮会当彼此代祷，互阮相信，当阮有你成做阮头前的引带，阮就毋免惊吓。恳求你保守，互兄弟姊妹有信心。当行头前的路，帮助阮会当祈祷、读圣经、亲近你，成做阮的气力，也会当将安尼气力分享互阮四周围需要你的朋友。主，阮要将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互因伫病痛中间无失去信心，也深知上帝你甲因同在。阮嘛要为着宣教师来祈祷，伫世界有真侪宣教师，奉你的名伫遐来做工，总是有真侪人因的性命嘛陷入危险的内面。阮特别为着阿富汗、缅甸遮个所在的基督徒来祈祷，恳求你帮助因，也保守遮宣教师因所做的工。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恳求你引带阮的教会
特别伫建堂这项事，恳求你赏赐互阮有对你来明确的意向，也帮助兄弟姊妹，若是你的引带，阮愿意来向前来缀你行。主，阮要将兄弟姊妹，阮头前的路，阮新的一礼拜，拢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阮、带领阮，互阮无论伫工作，也是伫阮的学业、伫阮的生活，拢会当荣光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395首，圣诗395首，吟诗了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